移動腰部牽引器 B18D 佩戴方法。腰圍測量。以上為產品尺寸。產品預設步驟。喺開始使用前，請先將產品平放喺平坦表面，並跟隨以下操作。步驟1：檢查並解鎖拉繩器，查看按鈕係咪鎖緊。若果已鎖緊，請先撳下按鈕解開，然後將拉帶完全拉鬆。若果按鈕冇辦法按下，請先調整拉繩器，並順時針旋轉之後再按下。步驟2：重設升槓桿。將升槓桿手柄扭轉至最頂部位置，即係完成預設。完成之後，產品即可進行佩戴。腰椎結構圖解。了解腰椎嘅支點有助於正確佩戴產品。以下為關鍵支點說明。肋骨最低支點位於肋骨最下方突出嘅位置，約喺胸腹交界處。盤骨最高支點位於盤骨兩側最上方突出嘅位置，約喺床骨上方。佩戴產品方法。開始前，建議病人使用時應着住棉質內衣或唔穿上衣，為達最佳效果。請依序操作，確保產品緊密貼合身體，形成有效支撐。手持上方拉帶嘅插扣，如佩戴皮帶一樣，將其置於背部同腹部。先扣上前方嘅上插扣並插好，再扣上下方嘅下插扣。將額外嘅護墊包紮於上插扣，如影片所示，以增加舒適度並避免摩擦。然後揾出肋骨嘅兩個最低支點，左右各一，並調整前方左右兩側嘅升槓桿位置，使其對準肋骨最低支點。腰帶內側設有膠墊，請確保佢哋正好位於肋骨下方。同樣地，揾出盤骨左右最高支點，調整下層左右兩側嘅膠管位置，使其對準盤骨最高支點。然後再做另外一邊。同樣嘅，腰帶左右內側設有膠墊，請確保佢哋正好位於盤骨上方。將後方兩側升槓桿略微往外推開，使支點嘅位置更為精準。最後深呼吸後，調整上層扭掣，直至緊緊卡入肋骨底部。跟住調整下方扭掣，使其貼合盤骨頂部。佩戴完成之後，確認所有扣件牢固，冇鬆動現象。若果感覺不適，請立即解開插扣。牽引步驟。牽引力以每圈5公斤為單位逐步增加。先把後方牽引桿轉大約5圈，然後把前牽引桿轉大約3圈。此時請調整收緊拉繩器，使上下拉帶服貼於肋骨同骨盆嘅位置。若果希望進一步加大牽引力，可再進行額外調整。將後側升槓桿再向內旋轉大約3到4圈，跟住將前側升槓桿再向外旋轉約2到3圈。移除牽引器方法。將後側升槓桿向內旋轉，直至其翻到接近下拉帶嘅位置。喺前側升槓桿重複上述，同樣向內旋轉，直至接近下拉帶位置。將前方束帶上包覆嘅襯墊打開並取下，最後依序解開前方各束帶嘅扣具，上方同下方，確認束帶完全鬆脫之後，再將產品自腰部卸下。如果你喺安裝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，請聯絡我哋尋求協助。